好事性子莫忏悔。谁生女儿也罢。娘娘不哭。参见娘娘。他就是你厉害二嫂子。我们都老了，这永国府上上下下都靠这个疯了子来上落了。因何不见宝妞？扶着暖卷不管算事。大姐，宝妞想死你了。快点宝妞进来。娘娘有旨，宝妞觐见。宝妞，大姐，宝兄弟，大姐，盼姐姐盼得我痛难受，盼不开呀宫门人送，盼了几年谁回家，从今不许姐姐皇宫守。宝兄弟，大祭司一代风光，穿黄袍，岂能履家是父母？关问梦眷顾，朝朝暮暮望君顾。珍惜今日同相见，其手来金江回声笑语呀多。许多姐妹可惜都不能见面了。大姐，林妹妹他们在院外等儿多死了。林妹妹，哪里来了一个林妹妹啊？大姐，天上掉下哭，林妹妹小林姑娘与众女眷觐见。林姑娘与众女眷觐见。你看他眼睛有时花早碎，心底恰是句有时这是你谢姨妈和宝丫的。参见娘娘。宝姑娘身上也有一块金锁泥。不离不弃，芳龄永记。
莫失莫忘，心手很长。这正好是一对呢。娘娘，晚宴的故事神需要回宫了。大姐，让我再看看大观园。娘娘请。大姐，大姐，你看，娘娘，你看，娘娘在园中定的玄关边儿的对联，可都是宝玉说的哟。我的宝兄弟真的长大了。大姐，你看，你看那边，这院子巧夺天工，精致玉雅，为我心情花了不少心思。我这一走，这院子顶上言辞封闭，岂不可惜？老祖母，我想可命家中姐妹并包茶待肉众人一起搬上园中来治。好，好，都有做。大姐，哦，也要搬到园中来试。好，宝妞，你喜欢住在哪一次啊？妹妹，来，你喜欢是在哪一次啊？娘娘。要不是老太太喜欢你啊，早就把你扔到井里去。哼，官长生死，有一天啊，我当了娘娘，第一件事是要让连奶奶跪在我的面前。傻大姐，快不要失礼，好委屈吧。
北冥，北冥，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嘘。哎，海英，你上次叫我弄的事，我叫你拿来了。拿来？喏，西厢记。嘘。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恰不许我读。今日背地里，我偏要夺他一个上夸呀！四朝多变，今于是难得西厢。奇妙事，谢掌声，尽心能事应应家，莫因深情更地掌声子。有计全在此，但愿得今晚梦雨破旧时。正要去找你呢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在这里看书啊。啊，原来都在这里用功，这样一来呀，可要转过咋归了你？哎呀，你又取笑我干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那些旷功名混饭吃的八股文章了。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困了，连饭也不想吃了你。好妹妹，见你困我是不怕的，好的，可不要告诉人啊。来，你困。西厢记。妹妹，我是个多人多病生，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猫啊。
明早让我带来这寺子里，让老头人把我疼切掉。那张生也风是高于推着阳台，那一年当街人呀黄昏哎，那红娘三次是行我老夫人，那为民无千边眼珠肉馒头，我以为面单是对，原来是个人样拉枪对。你是谁？你这个人好，我也要告诉去，我要告诉去。你去呀、你去呀、妹妹，你不要这样，妹妹，哎，你把手挽起我，妹妹，哎，妹妹。拿来吧。妹妹，妹妹，哎呀，妹妹，哎，妹妹，你把你身上的这颗香袋送给我好不好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？你送我香袋，我把这颗送给你。这是北京王送给我，是皇上赐下来的你。哎，什么才能是哪个的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也不要这东西。哎，妹妹，妹妹，我把这个送给你好吗？这个我可不管呀。为什么？我不过是里边草，林上阿毛，为父金书配宝鸟。恰原来我更是宝鸟，我可不喜欢摔了倒是我。这是你的命根子，摔了就没有保佑了。没有他关心了。你这是何苦呢？我只不过是为了我的心。我也是为了我的心。林妹妹，你是林上梦，我是木边上陌上相依又相亲。渡桃
在这里等一会，包爷一会就到。百名多谢了，我去取水来。会放过你吗？我不怕，我再也不能受人欺负了。你难道再也不尝喜了吗？二爷，我虽在名满天下，你插群，你知我太下来兵，太上都。此去必居东郊地，从此离开秦王府。二爷，使君意中，使吾一笑。生人勇，生人勇，忠孝圣之本也。使君不可以不忠，使吾不可以不孝也。去去去去！三纲无常，内人来生之大敬，为人人之不可以不知，是以众人，哎呀，出于孝子之门也。人家在哭闹，你还在笑呢。每日里送王迎来把卡杯，
焚香叩头祭祖先，岁岁恭敬听教诲，非同小老读圣言。这儿名掉落的崔文章，多等我对我愿是可孙悟空套上了紧箍咒，没法子哦。哎，小祖宗，哎呀，再读一回吧，我来替你当书。不过，把人还可哎，请问你的眉毛是谁给你画的？是我自己画的。哎呀，画的一点都不美，让我借你给一给。哎呀，小祖宗，你还是读书要紧。哎呀，你就让我解解闷吧。好，先让你画吧。哎呀，好啊。眉间插葱，眼不是水，眉眼好像灵眉啊眉，再替你上眉给一给，跟与妹妹一样神配。简单是凤凰咯，哼！纵然你不是真心爱读书，你也应该长出过读书的样子来。哎呀，我不会长的。快天热了，来，脱下件衣服吧。金子从哪里来的？我怎么从来也没有见过啊！一个朋友送的。朋友？是什么样的朋友？竟送你这样的东西？你不要管我了，好不好？唉，不知你呀，又结交了什么三教九流的人不了？哟，好鲜艳的环境啊！二爷，这是哪里来的？警卫。不瞒你说，众人亲王府有一个戏子名叫纪棍，这条魂镜是他送给我留作纪念的。藏戏的戏子？戏子？哎呀，二爷，你竟用戏子结交，被老爷知道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你戏子交过本爷，这难道就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宝兄弟，是宝姑娘来了，宝姑娘请进。怎么不欢迎客人嘛？是宝姐姐来了，宝姐姐，请坐。宝姑娘，请坐。你们刚才谈得这样热闹，在谈讲些什么？宝姑娘，你看，他竟有戏子，结交本友。戏子，这玩得了嘛？是啊。宝兄弟要是真无戏子结交，那真叫人担心你。宝姐姐，你不要听这些话。阿姨，阿姨，老爷吩咐我来传话，说贾雨生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，老爷要后爷准备，明早好会客。又是会客。你不要说，当时你宝姑娘，你看。宝姐姐，你叫我想想，
老爷每逢这类病卡，总要某也背上。你说说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是算是你能因病解卡，所以才叫你。我不过是个说中有手的说人罢了。我最讨厌于那些落多门来忘了。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他呀就是这个改不了。世界上哪有不愿意做官的人来往，倒恰愿我戏子这叫本有的道理。宝兄弟，这道真要改一改才好呢。常言道，子呀看来亲，谁不想高朋门迎门？是今你常理实是微微做官人，但将心事度经济好呀文，要为谁此事做人真本领他要问过白，怎么审你？你去问过白去吧。我难道是准备人家问过白的吗？宝姑娘，你不要理他这些，人家劝他上进，他总是骂人家什么落毒啊！你想，怎么有的老爷不生气你？是而不着了，宝兄弟。我醉了。宝姑娘，你再数一位吧。我去看看姨娘去。二姨，宝姑娘最好。哎呀，二姨，宝姑娘最好。哎呀，宝姑娘最好啊！这穷类贵国之中，也会损上了这种风气。宝姑娘真是心地宽大又万样，因儿是宝姑娘，要是还是林姑娘啊，又不知为怎么样呢？林姑娘从来就没有说过这种文章的话。哎呀，二姨，发梁望尽用一灯，曾见自己最难居。
与父母是宾客相待，各成愿。冯姐姐是里面见来外面光，园中姐妹谁相好，总是那个母说声个心啊长，知心人儿只有把从小就耳鬓厮磨人衣裳，今日闻听知心话。去了。思娟，你与我陪好别年，我要姑娘已有些思了。好顿顿的，这段上去做什么？方才贾雨村来了，要接你，等你半天再出来。接出来了，一副慷慨潇洒的谈吐，显得畏畏缩缩的。哼！现在来是在跟着你上药，是晓得白明他到底都了些什么书？一定是都了些流言文化在肚子里，要了些金子的道气。哼！等我孔亮信不了你。秦王府有人求见，吩咐有请。是。不是这，当去今人与我一同见客。不知大人驾到有什原因吧？起过，起过。请问大人，下官望命而来，有一日相反，怪问老先生做主。望大人学命，有甚好赠与成败？也不必认败，只用老先生一句话就完了。哪里？我们府上有一个戏子，名叫机关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。如今3、5日不见回去，四处寻找不着。听说乃终身传说，机关琳琅宝玉相较成儿，听说逃出府去也是琳琅的旨意。故此王爷派我前来，这机关之事嘛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因为贵妃被寻家，在外边如放天又造谣，那
王爷家人人奉人，你当官引得他出不到。什么情况？我是来不是此事啊！可是牛顺也未见得呀，我说。也有真凭实据在，他真的还金你呀！你讲的。那几棍英俊台上有鼓舞，英俊台下马欢笑，再不愿出身有理，愿做孤言落于江。他身在哪里？我却不知。他根据东郊可有此事？他人既知地细，又何必愤怒？我且去找一位，吵上了便罢。什么郁闷？再来请教告辞。请大人万岁！大人万岁！不许走开！请大人万岁！请大人万岁！大人！奇怪，可叹你终有赢在神通光，只怕是难逃是来父子长。二爷，陪你走进关去。大人。有人钻进到里面去，立刻打死！是。哦，天哪！天哪！向我家父死里尊营自作，富贵功名自家，检察了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！你不能光灿灿汹涌进你不能为家老高飞，恰有那丫头戏子剧本又做出了颠绕门楣成事情，今个几革命面将来师傅有事君。
当时小娘亲。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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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讲了什么诅咒？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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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朋友谁传给他？你自己也要保重。当时朋友是想，要是把老太太气坏了，岂必是他了？老爷，夫人休的此言，我养了你之无意不想，不是今日结果了他一句话。老爷，你先挂在我们夫妻份上，我也一不安怕，只有这一个孽障。朋友，母亲，我们娘俩往这一同死了。母亲，我那苦命的儿了，都是你，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勒死他不可。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，母亲，拿绳子来，老爷，你要把他勒死，你先把我勒死了，你先把我勒死了，老爷。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我必是记着来。花儿子进去吩咐，也就是了。你原来和我讲话，我倒有话吩咐。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恰叫我同在失去啊！老太太，做儿子的4次管教他，有为的是永忠要做。老太太是此话，叫我做儿子的，似乎当得起。呸！一句话你竟说今日不起，他能生子真经得半子是你，今日你下毒手是他死的，难道是用过母是得靠你老祖宗我那不养好，
了，不争气的圣子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，也心先生，宝兄弟要是没有你这样细心的照料，怕是身上的伤不会好得这样快。也难怪老太太和太太夸你是严先生。姑娘，你又取笑我了哈？这是真话。姑娘，你也上为二爷费了许多心思，等他醒了，你再帮我好好劝劝他吧。只要用得着我，就不退事。上次听人说你断了一个戒指，是不是啊？断了也就算了啊。我这个倒是用不着，你把我这个拿去戴吧。哎呀，姑娘，这总不及太太送给你的那个好。哎呀，这姑娘，这叫我怎么舍得起你？这舍得了什么？你再留着用吧。姑娘，宝儿的那块通灵宝牛，你还没有见过吧？见倒是见过，这是未曾细细的商见过。姑娘，来。什么宝姑娘白姑娘的，有事无事宝来就说着，叫我们半夜三更的不得好噻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和尚道士的话似乎信的，什么金玉良缘，我偏要什么在姻缘。二爷，二爷，宝姐姐，你来了。宝兄弟，你身体可大愈了？都在你牵记上。既然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不过是上街他们困困，免得老日叫我去喂开呀，都熟的啊。宝姐姐，来，我们坐下说话。宝姐姐，你来了好一会儿吧。刚坐了一会儿，就听见你在梦中骂人呢。哦，想不到我是专门来听你骂人的。是真的吗？哎呀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好了好了，梦中之言不足为信。哎，我好像是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到了太虚晚祭。太虚晚祭。我看见林妹妹，我远飞姐姐被今晚仙子逮住了。
得了，有事明天再来吧。是我啊，还不快开门！禀你是谁？二爷吩咐的，也该不西放进神来。宝兄弟，你好生养伤，我在了。好姐姐，我送上来吧。好姐姐，请。好姐姐，你明天再来吧，最好。老实说，在这个院子里，除了主子都是狗。狗遇不上人事，就休想在这院子里擅自扎根。老天终于有一天会开眼，叫你们这些人一个个滚出院子去，这才怪人命。这个院子死不得了。
老太太，这些年我留心地看起来，二嫂子病她怎样瞧，总瞧不过老太太。哎呀，是啊，是啊，宝丫头来，我的儿啊，我如今老了，还瞧什么呢？当年我像凤丫头这般年纪啊，倒是比她还强呢。是这样的。姨太太，老太太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4个女儿算起，要是巧，要是好啊，都不及宝丫头哦。老太太，这话可是偏了。哎呀，姑妈，这倒是真的。我时常在北院听老祖宗说宝姑娘好你。哈哈哈，凤丫头。你去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一乐啊！好吃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。你想吃什么都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办了来吃。老太太总是接她出难题，时常叫她弄来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姑妈休说了，我们老祖宗啊，这是因生有算，要不因生有算啊，早就把我也吃了你。凤丫头，我们到哪里去吃它？
难寻妹妹满嘴，妹妹满嘴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看见我就避开。我咒你说一句话，
从今以后就了开手吧。是吧？是两句，你听不听？唉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想当初，妹妹从江南出来呀当，包牛日终日相伴共。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听你挑，还怕那丫鬟佛事不久到，我亲自张张紧紧来找了。你啥烦恼我担忧，你啥开眼我心笑，我和你同坐千万同上山，像一幕苏生的情同那般。谁知道妹妹人大心也大，是今日瞎着眼睛把我讲，三朝四夕不理我，是抱肉是问我怕但烦恼。我有错，你当年是骂也好，为什么圆儿鼻子向我跑？你有去说也是，说也好，为什么为人不是把泪掉？是抱肉不明不白故里梦，不就是为你死了也是故，去世的归为缘难告。你不要哭，我何曾哭嘞？你看泪子还滚上你，你要死啦！动手动脚的。好，
你既这样说，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医院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？此话从哪里说起呀？怪不得你不理我，我是会这样对待妹妹，叫我立刻就死好了。谁要你夺走？不是的呀，妹妹，我真的不是你来过呀。那天只有宝姐姐来说过一回，定是丫头们滚出来的好事，等我回去问过明白，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。是要教训教训才好，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有什么宝姑娘来了，白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。哎呀，你晚上这些话你到底是气我，你还是嘴我呀？这有什么要紧呢？看，劲都跑起来了。哎呀，还记得一连环呢。妹妹，你放心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果真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病着，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他连你的意思都体贴不上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是真不明白这话。不但我病着把用了心，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也都过分了。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了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才能宽慰心，你的病就会好了。妹妹满嘴，你让我再说一句话，好不好？不用说，你的话我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个心从来也不管事，今日大胆地说出来，就是死了也是心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又不管告诉人，只好哀伤。等你的病好了，只怕我的病谁会好呢？我睡里梦里都忘不了你呀，好妹妹。宝儿爷，你怎么了？我是紫娟呐。
紫娟，妹妹，林妹妹呢？林姑娘她早就走了。走了？走哪里去了？妹妹，这不是妹妹吗？我是景文呀。景文，林妹妹，林妹妹呢？回去了，她回苏州自己家里去了。宝儿爷，二爷，宝儿爷，二爷，二爷，宝儿爷，哎呀，宝儿爷怎么了？二爷不好了，你怎么了？二爷，宝儿爷，宝儿爷，你怎么了？这二爷怎么来了？宝儿爷，宝儿爷，你怎么了？老太太，二爷他，宝妞，宝妞，宝妞，你怎么了？宝妞，宝妞，你醒醒啊！宝妞，你怎么了？宝妞，宝妞，先生，你是怎样时候的把宝妞弄成这样？我也不知道自己与他讲了些什么，二爷这爷爷这了，谁家也冷了，我也不会讲了。到底这怕是不能用了啊！宝妞，他说些什么？只与他生了一句玩笑。宝二爷，你可不能当真啊！宝二爷。师兄，师兄，你们不能走，你们不能走啊！要去连我得了去。宝二爷，二爷怎么回事啊？兄弟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林家的人来这里没来了，给我打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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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出去！宝兄弟，是了林妹妹，平日谁不许她心里。哎呀，以后不许你当领子，不许心领了进来，都听见了吗？都听见了吗？你要说来这里太美丽，你可存在那边的？宝妞，这总得放心了吧？林妹妹从今儿去报宝妞近来病得奇怪，那对妞又或算病，或算好的。现在小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也不怕什么，自己你们看怎么样啊？老太太，依我看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还是趁早就帮牛生了亲，也免得将来
闯出什么祸来？说不定冲一冲喜，病也就好了呢。哦，这是那林姑娘啊！谁是羽毛有才，只恐怕多愁多病夫闻情。抱丫头得用结备与佛像，品格多方身分也。是啊，那元妃娘娘不是说过的吗？有金锁配宝牛，是一对天生的并列，能使家务万事兴，所得宝牛富贵人。既然你们都是包丫头好，那我的旨意也就定了。这是那对哟，唉，都听见了，不准传出去。要是走漏了一个事，当心打断你们的两条腿。老太太，你看这……宝妞啥真的唱出什么祸来？这倒叫人难了。是啊，难，倒是不难。我想到了一个主意。依我看，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，一条推两万字调包机，十里古里到江敲机关，到时红盖对杂子心内内，无心人可用纸卷着小丫鬟，对宝妞自杀去的是林妹妹，把真情三七满一番。此事能瞒得过吗？等到那秋兰生一山，生一次人所迷烦，管教他孝敬在放了脸，鸳鸯珍藏，西宫
他。总是有人哭啊！子娟，哎，四爷，你们去看看是什么人啊？哦。为什么在此地哭？是受了什么人的气？林姑娘，我在说错一句话，尊妈妈她又打你了。你说出什么话了？其实啊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那他们为什么要打你呢？我就说八二爷要娶包姑娘，他就打我了。你说什么呀？就是八二爷娶包姑娘。哦，傻大嘴，不要这样！啊，嘴巴。好日子看了今天，怎了我？
就轻一点吧。玉姑娘心事虽作长世事，这模样叫我自觉真王
气，这怕谁不是啊，姑娘。
好似问。姑娘病重，你告诉老太太了吗？你不要问了，宝爷真的要去，宝爷真的要去宝姑娘。现在今夜省亲，新房都收拾好了，上面吩咐不叫我们知道。这先生怎么竟这样？很痛。林姑娘怎么样了？醉妈妈来了，醉妈妈，我找紫娟姑娘说几句话。醉妈妈，紫娟姑娘，老太太我二奶奶要你过去，那边要用你使唤你啊。醉妈妈，你先听吧。等人死了，我们死人是出来听人使唤的。这是林姑娘，我也可以气你。紫娟姑娘，你这话对我说倒是的，我可怎么去为兵上头呢？你这公为兵上头是，宝儿也七情完不了噻，你何必城里端起把名菜？我自劝今日里此愿听病榻旁边端上我就不碰同房年上的官辈，但等姑娘断了气，该把我终身三官，我也不走美。紫娟你，哎，谁？紫娟姐姐，紫娟姐姐。妹妹我和不龙小口将细心记，数遍了子女把家计总算是东园好事西园女，今日异乡的自在，我此生得去林妹妹，心似灯花瓶最开，往日并有一句，老是福音美，从今与你春日早起扎花灯，团一条灯把米菜，天香并立宽恕啊，无雨水映大草地。
教义满身门，世道断水分不开，这真是银河谁开终于多。牛郎织女情深为前世，是不是啊？
没有前生，我的孙子是关心的，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。林妹妹，你的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不见面了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呐！妹妹，宝玉，老祖宗来，你要稳重些。我知道。咦，为我这件事业不见自全啊！他的生肖冲了，因此不来。原来是此。哎呀，妹妹，你给了这个东西干什么？我们何必用这些说讨你？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做新郎总该多问罪，许啥个新娘期待谁？多人关心你少自杀，谁怨谁问？你莫团聚。你是我傻，我是你在傻你。我把我的心都交给了他，还会对他不温柔。宝玉，我的孩儿，母亲，愿你俩相敬如宾，到白头，这才是父母之情，不过分。知道宝玉。哎呀，老祖宗来，你母亲的话，你可要记住哦，这都是为你好哦。知道。哎呀，老祖宗，母亲，你们也该歇歇去吧。
歇歇去吧，歇歇去吧。哎呀，你们就歇歇去吧，歇歇去吧，歇歇去吧，歇歇去吧。妹妹，谁能做红给人呀？昨日你面是芙蓉，眉是绿，咋不是你心底晨光往外推？这是在哪里呀？现在你来摇摇我的指头，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什么做梦不做梦？老祖宗在这里，老爷会在外面守着你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上宿舍的那位美人儿是谁？是新去的二奶奶呀！你真糊涂，新去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宝姑娘，林姑娘也。你怎么问是去林姑娘来了？王爷主子去的是宝姑娘。宝姑娘，是啊，去的是宝姑娘，是宝姑娘，是宝姑娘，宝姑娘。老祖宗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宝姑娘，你去的是宝姑娘，是宝姑娘啊！方才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，是与林奶奶生亲的吗？王爷，是因为扶着他也，怎么一下子都变了，都变了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究竟是为什么？老祖宗反倒晓得中退杀敌。你快收下，快收下，你收下，你收下。林妹妹。我以为把你好日尽孝的什么月老记错了红腿神，为什么你问错把花贼？为什么掐掉金杯就来亲？不是老祖宗骗我家中
情。宝姐姐关注我心肠深。停止气息，烟十分平，泪是滚水进你们可能听到你妹妹的哭声，你们可能听到你妹妹的哭声，你们可能听到她的哭声。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间也好娘同频相连心靠心，为啥也能实相见？死了也空张头分大爷，老祖宗啊，我天下万物我服所求，此求于妹妹，空思你就医疗我吧，你就医疗我吧，老祖宗，你就医疗我吧，老祖宗啊，老祖宗，老祖宗，你就医疗我吧，老祖宗，你去病人这个样子，你好叫我心痛。
也没有用。我找林妹妹去。宝兄弟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妞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妞，你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妞，林妹妹她已经死了。
小相叫哭泣孤零你今生应是亲兄妹，那是两小无猜共争到后来我妹妹都长大，共同西厢采花人，抱玉是破腹掏心真心内，妹妹是心头早有看不厌，到如今无人恐怕心相通，可叹我伤心不关联花呀人，记得你永远上了闭门岗，你是神本性也不明，妹妹呀，你为我一往情深把平添，我为你睡里梦里
想你，好容易盼到同房花烛夜，总以为美满姻缘一线牵，想不到令妹妹变成宝鸡鸡，家园里你被逼死，我被鸦片。就是大官员，7年来你是心头受尽家不开，落花满地伤春老，冷雨悄藏不生。你怕那人世间风刀和伤尽，到时情他苦酸比你伤去心是说美，宝二爷，我是紫娟呐，紫娟，宝二爷，宝二爷，紫娟。宝二爷，天夜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回去，我回哪里去呀？分子卷。美美的诗稿，青红色。
断，休地他分自觉。美美的花容今何在？花树虽在水葬花，分自觉。美美的银鼓请我谁？那银鼓叫着姑娘，也是姑娘神仙花。那银鼓，那银鼓也是心红你世上的人儿不是求走身体之大错，一根扯绳把众生佛。天桥一角有你难追捕，你是这同并心理所思。情侣随手不不
马大人，元妃娘娘，